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港基地產嘅頻道，我係朱先生阿恒。今日就帶大家睇一個2100全棟嘅單位喺菠蘿輋南山村嘅。咁我依家就喺嗰個單位個閘入口，準備行入去。佢有個大閘啦，入咗嚟之後可以泊到4-5架車冇問題嘅，車入花園。充電裝置冇問題，咁我睇到成棟有3層高嘅，側邊有個屋仔，先去到地下個廳位，我哋睇咗屋仔先啦。玻璃屋可以做多用途房咯，請客用啦，麻雀室啦。咁佢一開門咧就連接自己花園啦，咁就開20幾人嘅 party 都冇問題啊！出邊就戶外空間俾小朋友玩，入邊就打麻雀。去到嗰個飯廳啦，飯廳位佢留咗張台嘅，睇下業主商量搬走或者留低應該都冇問題嘅，應該就。廚房 L 型嘅廚房，廚房隔離咧就有個客廁，擺咗個木櫃喺側邊嘅。轉返入去就工人房啦，工人房佢原先留低咗好多原裝嘅家私喺處，咁你唔需要專登買俾工人姐姐。出返去電視廳嗰邊，電視廳嗰邊擺梳化、電視機啦。呢個電視機擺梳化，梳化後邊就有個大嘅落地玻璃，望返出自己花園。好，我哋上去中間嗰層。中層佢主要都係嗰個有個偏廳仔嘅，佢望返出邊嘅環境啦。中層有個頭房嘅，我見到佢有張電腦台。可能以前要嚟做書房啦，都係望返花園閘對出嗰個空地。中層同樣都係有個客廁。浴缸啦，同埋有間美房，美房望返人哋屋背嗰啲村屋嘅。好，我哋上到去最頂嗰層。最頂嗰層咧，佢做咗道門嘅喺度，咁應該就做咗個主人嘅套廁啦，大浴缸、按摩缸，有個落地嘅鏡櫃。後面就衣帽間，同樣屋背都係望返人哋其他鄰居嘅村屋。
去到正面嗰個主人房嗰個空間啦。應該點擺都得，擺個 king size 嘅床喺度，兩邊都冇問題。應該依邊以前係擺床嘅，有個床頭嗰個枕喺處。咁佢連接自己個露台，望翻出去個 view，望翻去西貢市中心最遠嗰度。咁佢都係有小巴由南山村落翻去西貢市嘅5分鐘車程度嘅啫。或者你自己揸車落去出入啦，呢度泊到成4架車咁多。再上依家天台啦，我哋嗱天台就冇搭任何玻璃屋啊，或者頂嘅。咁啊，佢南山村風水好嘅原因就係佢三邊環山嘅，你留意下佢。跟住望翻市中心方向先係向海嘅，三面環山，單邊向海。所以啲人話呢度風水好啊。如果有興趣睇就聯絡翻我朱先生，93642896，多謝收看。